主后2024年4月21日，撒利教会主日礼拜。弟兄，咱来听读圣经列王记上卷19章19节到21节。亚西伯听到拿伯予石头钉死，就甲亚哈讲：你去接受亚述的人拿伯毋肯卖互你的葡萄园，伊已经死，无命力。亚哈听到拿伯已经死，就起来，落去要接受亚述的人拿伯的葡萄园。上主的话临到提斯比人以利亚讲：你起来，去见住伫撒玛利亚的以色列王亚哈，伊即阵落去亚述列，要接受拿伯的葡萄园。你着甲伊讲，上主安尼讲：你有杀死人，搁接受伊的产业；搁甲伊讲，上主安尼讲：到伫什么所在钱拿伯的血，嘛要伫遐钱你的血，就是你本身的血。列位兄弟平安。亚哈王伫圣经中是出名的歹王。伊的某王后亚西伯也是圣经中第一歹的妇人人，两个人加起来是歹甲有剩，诚做歹搁较恶的夫妻双人组。圣经也敢若记载因两三项较大的代志。其实世间残忍的暴君也有袂少，因用尽一切卑劣的手段获取公夺，也是暗杀他人的步数，垃圾搁可怕，有时阵是恐怖异常。亲像过去20世纪非洲的乌干达独裁工人总统阿明有几啊摆是甲伊的政敌杀掉，搁煮来食，非常的无人性，搁变态。咱伫今仔日读圣经听讲道的进度是列王记上卷21章到22章。大先咱来看分段。第一小段是21章1节到16节。亚哈夫妇用恶计夺取拿伯的葡萄园。北以色列国的国王亚哈看介意，伫亚述的王宫外面有一区属伫亚述的人拿伯的祖产葡萄园，想要买也是换来做伊的菜园，伊就开出几个看起来诚袂歹的条件。总是拿伯伊用摩西的律例规定，坚决毋肯让出祖产，致使亚哈王闷闷不乐，甚至饿顿毋食饭。伊的某亚西伯了解缘由，就替伊出歹主意，用王的印信发批予甲拿伯共城的长老以及贵族，因想要两个匪类栽赃陷害，讲拿伯伊亵渎上帝，搁侮辱国王，将因全家抄家灭族，然后将拿伯的葡萄园充公做王产。咱通对倒位知拿伯予石头钉死，搁伊的家庭也拢死。伫列王记下卷第9章26节，上主有讲到拿伯甲伊的囝儿的血，也就是讲拿伯的囝也死，因为安尼无人通继承拿伯的遗产，所以亚哈夫妇的心肝恶毒搁凶，得袂到的就用杀人用抢的，这甲土匪共款恶质恶霸。
第二小段是21章17、19、29节。先知以利亚谴责阿王因全家不得好死。上主差派先知以利亚去拿伯的葡萄园见阿哈王。迄时阿哈拄在接受拿伯的产业。先知以利亚谴责阿哈即种无杀人的性命，佮接受人的产业，是可恶至极。上帝会为着拿伯来伸冤，讨阿哈王的性命。拿伯死伫倒位，狗也要伫倒位来钱阿哈王的血，佮阿哈的全家也不得好死。阿哈听到这话，就拆哩衫，穿粗麻布禁食，失志，佮郁卒。阿哈知影恶有恶报，在劫难逃，就一时表现出谦卑，因为安尼，上帝延迟刑罚的时间，到阿哈死了后，伊的囝做王的期间，这话才会完全应验。这预言后来伫13年后来实现。第三小段是先知米该亚预言阿哈兵败战死，22章1节到28节。北以色列国的阿哈王甲南犹大的约沙法王是亲家。有一遍，约沙法王去见伊的亲家阿哈王。阿哈王提议要招约沙法王做伙组织联军去攻打叙利亚王，来抢基列的拉摩城转来。约沙法王也同意这个代志，毋过伊开一个条件，讲都爱先问看上主的意思，好啊毋好。阿哈王就调集大约400先知，因拢讲通去发动战争，上帝帮助因得胜。其中一个叫做西底家的先知，伊做一支铁下角，也预言因稳赢。独独只有一个叫做米该亚的先知，伊拍七岁，甲王讲：做你去，毋过阮惨的、阮输的，也阮死的。阿哈王命令人甲先知米该亚监禁折磨，互伊简单有一屑饼甲水通食通啉。后来圣经并无讲米该亚伊煞食的结局是活还是死。第四小段是22章29节到40节，讲到阿哈战死。叙利亚王捌2摆杀死阿哈王，便哈达王伊并无照约束完全归行以前以色受占的城池。即遍便哈达伊的政策是爱伊的军事全力围攻阿哈王一人就好，因为阿哈事先乔装是一个一般的兵仔，所以犹大王约沙法差事就诚做替死鬼。迄时有一个叙利亚兵开弓射箭，无拍算，插拄坎就射着阿哈王的箭架较热的所在。阿哈死伫伊的战车顶面，以色列犹大联军就收兵，人甲伊坐的战车牵去撒玛利亚一个水池仔边做清洗。阿哈的血搁伫水池仔边，狗也来钱喝水，拄好应验先知以利亚甲米该亚的预言。第五段是
22章40到50节，则咧讲犹大王约沙法。犹大王约沙法虽然表面上看起来也算是一个好王，对伊的老爸亚撒勒罗敬畏上帝，做上主看做好的事。毋过伊也想要讨好人，无爱得失人，所以有缘容阮人民继续拜偶像。伊也甲亚王结亲，来换取南北国表面的和平。唯一一件好事就是伊废除异教的乱动，即种歹的风俗。伊伫35岁做王，在位25年，也就是活到60岁。伫伊死后，伊的囝约兰继位来做王。第二小段是22章51节到53节。以色列王亚哈谢，亚哈的囝亚哈谢续接亚哈做王，统治北国2年。毋过，伊也是一个学伊的爸母歹所行的歹王，激上帝受气。伊做王只有短短2年，就因为跋倒伤严重死。死的时无囝，由伊的小弟约荷兰续接做王。对《列王记》上卷21章到22章，咱通学到甚物教示？头一项讲到着暴政治国，人心共愤。上帝爱世间执政掌权者是秉公行义，会当替天行道，人民爱物。用今仔日的话，就是国家政府是爱诚做人民的公仆，官员是爱替人民服务做代志。毋过亚王夫妇贪图哪别的葡萄园，竟然用恶毒借刀杀人的手段，硬断哪别的葡萄园做家己的菜园。伫即个代志顶面，甲哪别共款住伫亚述列的地方长老以及贵族，因毋但无替哪别主持公道，反倒转也诚侪害死哪别的共谋者。这实在是最大恶极，真正败坏。因喙讲仁义道德，遵守摩西律法，毋过竟然利用摩西律法的漏洞来做大歹事，用假干净陷害无辜的人的性命。照摩西的律法，亵渎上帝会当用石头活活钉死。侮辱国王是用伊的家产来赔偿国王，所以哪别该死，伊的葡萄园也爱变成做国王私人的菜园。即款的判决甲执法，当然互超越世间政权属地创造天地万物的万王之王、万主之主愤怒甲制裁。咱着会记咧早前大卫以借刀杀人、谋害部下乌利亚抢人的某做某的故事。大卫虽然有悔改，毋过伊也爱承受犯罪受刑罚的恶果。夫妇所犯的罪，也抵到后来伊全家的灭绝。这诚做为政者甲所有人会感慨。第二，义人受苦难，上主必伸冤。敢才有人想讲，上帝既然是全能的上帝，为什么上帝毋伫哪别受枉屈，也是伫咧要互石头钉死以前，就救伊的全家免受苦难甲枉死？当然，上帝也有才调安尼做，总是咱并无完全会当明白为什么上帝无安尼做。该阮杀死亚伯的时，上帝也伫遐。上帝并
无救阿伯脱离该阮的杀手。当初代教会拄当建立的时，耶路撒冷的执事司提反，伊诚做第一个顺道者。上帝也无救司提反免受石头钉死，甚至圣子上帝耶稣受钉死伫十字架顶的时，上帝也无救伊落十字架。义人受苦受难，甚至为义来死，这一直是一个神学甲哲学伫探讨神秘的主题。基督教的信仰认为生死拢是上帝主权，上帝伊是活人的主，伊也是死人的主。人的死只是肉体暂时的休困，灵魂还活伫另外一个世界，伫等待有一日对死过活。那安尼，义人的苦难，就算歹人无得到现世报，终其尾也难得上帝最后公义的审判。阿合的家族伫阿合死了后13年，也受制裁报应。这咱通看《量记下卷》第9章到第10章。咱踮伫世间，难免也会拄着意想袂到的苦难。有时阵苦难也大过伫咱通即时会当承受的。毋过，亲像主耶稣甲咱讲，伫世间恁有苦难，毋过着勇敢，我已经较赢世间。第三，咱爱做一个有骨气的信仰者。阿王甲王后耶洗别因夫妇压迫上帝的真先知，一直无停手，也无软手。先知米该亚可能伫当中时就一直互阿合监禁，因为伊毋讨好阿合，甘愿做一个有信仰良知的真先知。当阿王大约400个先知同声预言阿合甲约沙法的联军会大败叙利亚人的时，只有米该亚伊勇敢讲，上帝会互阿合战死兵败。因为安尼，米该亚继续坐监，阁受折磨。伊是一个有骨气、有良知的真先知。另外，先知以利亚伊伫西奈山拄着上帝灵命更新以后，伊付出头一件的任务，就是上帝差派伊勇敢来见阿王，宣告上帝所发的罪状，甲预言阿合家得要受的刑罚审判。信仰的真甲假，往往是伫拄着诱惑、试探、试炼、苦难的时阵，才会显露出来。主耶稣甲咱讲，所以伫人的面前宣认我的，我伫我天父的面前嘛会认伊；伫人的面前毋认我的，我伫我天父的面前嘛毋认伊。愿咱伫人甲上帝的面前，拢是真实无假的基督徒，行公义、好人民、谦卑甲上帝相甲行信仰人生的道路。咱做伙来祈祷。主，阮感谢你的听，互阮伫读圣经、听讲道，今仔日会当听到先知米该亚甲以利亚因怎样勇敢壮胆来信靠主，做一个真实无假的信仰者。我嘛伫主你的面前，求你也看顾帮赞，因为有时阵伫为义受苦的中间，阮毋知
上帝伫倒位，毋过主你的是以马内利，甲阮同在的上帝，互阮也会当伫顺境信靠，伫逆境也信靠，伫顺境学乐，也伫逆境相款是学乐。愿阮的一生虽然有时阵拄着烦恼的代志，毋过阮也信靠上帝你公义的审判甲伸冤。阮伫你面前献上恳求祈祷，奉耶稣的名，阿免。上帝会行做，搬过伫咱一切所求所想的，就是照伊所运行伫咱的权能。愿伫教会，甲伫基督耶稣荣光归到万世，代代无煞。阿免。